市民對回歸嘅信心係繼續上升。另外，有超過40%嘅市民認為彭定康嘅功比過多。溫偉君報導。喺回歸前夕，有70%半嘅市民對前途有信心，比前幾個月高。但真係話覺得興奮、開心嘅人只有2成幾，悲觀、心情矛盾嘅亦都有近2成。但係大部分嘅人話冇感覺。對彭定康呢位殖民地最後一任總督，超過40%嘅市民話佢功勞比過失多，唔夠2成嘅市民話佢過失多啲。話彭定康功過各半嘅亦都有27%。彭定康臨別在即，市民俾佢嘅評分仍然比董建華高，有58.9，董建華只有56。超過150年嘅殖民統治，近5成嘅市民認為英國嘅主要貢獻係令到香港經濟發展，1成6話係社會民生，亦都有1成4話係法律政治等制度。過失方面，亦都有1成半人話英國政府冇做好發展香港民主、保障人權等嘅政治工作。但係主要嘅不滿喺民生問題，有3成嘅人話英國冇處理好房屋樓價、福利唔夠，亦都有貧富懸殊等嘅問題。亞洲電視記者尹慧君報導。由於要舉行移交典禮，灣仔會展一帶會實施特別嘅交通措施。詳情由李敏華講下。為咗配合會展新翼一帶嘅多項慶祝活動，警方同埋海事處會喺陸上同埋海上實施連串嘅特別交通安排。港島方面，地圖上紅色部分嘅路會劃為警察封鎖區，有許可證嘅車輛先至可以駛入。範圍由會展新翼伸展到夏慤道。警察封鎖區整日生效。到晚上8點鐘，地圖上藍色部分嘅街道全部封閉，禁止車輛駛入，即係當中包括大會堂附近街道、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、鴻興道同埋運勝街交界，而位於灣仔碼頭嘅巴士總站會喺下晝4點鐘開始停止使用。至於尖沙咀嘅交通安排，地圖上紅色部分會喺下晝6點鐘開始封路，劃作行人專用區，範圍由天星碼頭開始，一路去到彌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。交通工具方面，地鐵、九鐵同埋纜車會通宵行駛，輕鐵就會延長服務時間到凌晨3點。電車方面，通宵行走嘅就只有筲箕灣至西港城同埋北角至堅尼地城，其餘路線就延長至凌晨3點。亞洲電視記者李敏華報道。新聞報導完，喺1點半會再為大家報道有關回歸活動嘅最新消息。